人家唔知去倒，会当来到家己埔子行行看看咧。伫家己埔子的国际影展，最近伫埔子的水道头文创园区举办。国际策展人高培华邀请14个国家，拢总有17出的影片来展览。民众会当透过上新的科技，360度圆形布棚欣赏影片，为了是真特别的经验。倒伫咧碰椅，目睭看到面头前圆顶的布棚，当你放上360度的电影。家己县埔子水道头文创园区配合在地甲国外艺术家举办公顶国际影展。科技的好处是很容易接触的，所以我是希望可以用科技是打开人的那个眼睛，那他可以去享受各种不同的艺术。觉得可能对艺术，等于是对美感跟艺术有兴趣的一个年轻朋友，应该会有一些吸引力在。这届影展为4月初1搬到初7，主办单位邀请14个国家17出360度的电影来遮放送，而且佫利用埔子配水塔来做活动艺术表演。迄个有阿里山呢，有外国的艺术家，拢伫遮汇合，然后办作盛大活动，而且是连续7日，日时到暗时。有时间会带小朋友来看，因为它里面好像有人数的限制，一次只可以20个人而已，所以我就希望说。提早来带小朋友来看看人家不一样的新的东西。主办单位表示，这17出影片拢是运用360度摄影的设备所翕的，有艺术的内容，嘛有在地的故事，希望民众会当利用连续假期体验无同的艺术影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